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 APEC 会面，川普讲即届会讲到台湾，嘛要求中国甲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放出来。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暗时对北京出发进前向记者讲，有计伫甲习近平会谈中会讲到台湾问题，也讲已经尊敬台湾。Well, I'll be talking about Taiwan. Won't be going there, but I'll be talking about it. Won't be too far away. A lot of respect for Taiwan. 川普对台湾的关心，最近大部分锁定伫台积电的晶片甲半导体产业。2024年底，川普捌点名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理，并且讲要提关关税。因为川普这礼拜早前讲，有计伊甲习近平会面时，会讨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野心。不过，对着是毋是有期中国会用某印量步来换取对台湾更加大控制权的问题，川普是回避无讲。一个无具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讲，除了贸易，中国企图出口管制。为罗西亚就有以外，川普无意讨论其他议题。若习近平主动讲到其他议题，川普已经准备好，佮再讲到美方固有的立场。因若台湾的议题，这个官员讲无法度有了两个人讨论的内容。除了台湾问题以外，川普也讲可能对习近平提出要求释放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77岁黎智英和中国香港政府以港区国安法内底串谋交结境外势力罪名起诉，也被控串谋出版煽动刊物罪，对2020年12月以来已经向家己一人关押将近5年。And it's on my list. I'm going to ask. Look, they're big enemies.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you know. Jimmy Lai and President Xi are big enemies, but it's been a long time, and it'll be on my list. 川普日前暗时启程飞往亚洲，要展开第2任期以来上长的海外行程，此行的访问马来西亚、日本甲南韩，其中上受注意的就是有定30伫南韩釜山 APEC 期间甲习近平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川习会将是场边的会面，临时正式会谈。不过，川普后来讲，两个人会进行真长的会议，以便来处理美中间真侪问题、疑虑，也有真大的资源。港视新闻，郑婉琴编译。